面对台南19处的旅球场，拢集中伫原府城、甲溪南、溪北，才只有6个。议员应爱大力伫总日巡马替当地运动人口来清零，希望市府会当参考新北市善用高滩地来建设。新北市它有一个高滩处，新北市政府组织里面有一个高滩处，专门管这些所谓高滩地、河川型水地。其实你看曾文溪，特别是中上游的地方。它堤外其实有广袤的地，所以我们之前讲要弄停车场、弄飞行场什么等等的，对，像这之类的，而不是说你看整个大西北地区，你距离有没有？你说将军、西港、七股都有了，然后呢，中间这条纵贯线的部分跟靠山这条线没有啊？大多数这些地方在台南，我不知道在新北是这样，在台南大多数是被占用去种菜，但是我们会跟中央河川署来。试试看啦，看能不能做到。你想想看嘛，如果水淹了就淹掉，水退了以后就可以使用。议员应爱大力派着原住民族人的支持进入议会，社会中嘛持续关心全国原住民运动会，市府伫交通等各项资源的补助。伊强调栽培台南原住民的体育人才，就是培养国家级的精英选手。不过，伊嘛用一位优秀的选手回乡担任国小基层教练为例，一个月却领无到上佳基本工资，相当感慨。对此，市长嘛具体回应，希望通案来改善。当然，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。